佢最近 Facebook 咧，成日都話刪我啲片。嗱，你譬如話呢個2月22號嘅片咧，佢就話4小時之內要刪咗我啦，又話8小時之內又要刪咗我啲片啦。佢話一係你就下載咯，如果唔係咧就刪咗我啲片。咁是但咧撳下載啊。即將離開應用程式。成日都話要刪除啲片，嗰啲片拍咗1個月啫嘛，1個月佢就話要刪除晒你啲片。睇下先，跟住好多，睇下先前嘅通知。呢度又係，如果你尚未下載，你還有90 day 可以下載舊 Facebook 直播影片。咩意思？要刪晒我所有嘅片。6月20號起，系統會刪除超過30天前嘅 Facebook Live 影片。如果你想保留，採取其中方法。哇！呢啲好多年噶咯，即係佢要刪晒你所有啲影片，即係用咗呢個 Facebook 好多年嘅。真係你哋嗰啲會唔會咁？即係叫話刪晒你所有影片嗰啲？